嗱，小組是家都建築耶穌進天家，但係未要耶穌進天堂啦，因為到喺呢個約翰福音12:46節咁樣講到，我來世間都係一個講，係萬人相信我都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唔係一齊喺暗裏殺，這樣是個聽耶穌嘅路要講路行。約翰福音37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派家嘅阿納嚟世間，唔係處罰呢個世間，但係都係嚟救呢世間嘅人類。萬人相信嘅啥，都唔係得到處罰，唔係本嚟罪惡產道嘅方面。萬人相信嘅啥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因為到呢個約翰福音35節咁講到，為了每個人相信嘅啥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這樣人是家係相信一個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名，萬人相信嘅啥，一個罪惡產道嘅上帝十字架的格式家擔起了，這樣人是家得到脫離病人，只要從一罪惡塔落，只要從呢一個主嘅產道嘅，萬人相信嘅就係得勝嘅人。嗱，這樣人是家用謙卑嘅心嚟相信嘅，人班人相信啊，唔係難，一個心理相信，一個求你信任，你去得到嘅恩典，得到嘅福氣，你係親愛嚟禱告，一個心理相信，一個求你信任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。而家齊齊嚟講，主耶穌，我相信你來世間死在十字架，3日以後你復活，都係為了贖人類嘅罪惡達到嘅方面。萬人相信得到永遠生命。你下我嘅心你相信，我嘅口你信任，耶穌基督係我嘅救主，係我嘅上帝，我嘅天父。我打開心，請聖靈落我心中，給我同在。我你也相信，我嘅罪本耶穌擔起了，我脫離我上帝嘅阿納。阿門。